我結婚時候咧，只係喺永樂街，而且嗰層鋪咧係租嘅，就樓下就租咗俾人啦，樓上就愛嚟住。你家咧，坦白講，一層樓都冇。因為佢同我爸爸係1945年咧打完仗翻嚟開始建立咗新興行，由嗰陣時已經帶住我爸爸，所以我爸爸一路都好識嗰啲生意。當時咧，新興啱啱都係新開，脫離咗永樂街，搬去中環德成大廈做船務代理。咁當時最主要做一啲散裝船，到1980年先至開始有貨櫃船。每日咧，佢都走去揾生意嘅，所以知道佢係識咗好多朋友。當時間公司喺油塘灣嘅東源街8號，咁係一個比較規模細嘅貨倉啦。新興嘅生意可以講全部都係個基礎係我爸爸奠定嘅。